分明是你上了我啊！是你上我，呸！抓他！休得理！万不太下。哦，郑兄，方的小姐鲁莽无礼，委屈听这不少，得罪仁兄万万是情。区区小事不必挂意。哦，坤仁兄风人不过，定是外相到此。正是。请问仁兄尊姓大名，哪里生日啊？谁？哦，仁兄。小生名讳吴文新，住在家乡谁上州。哦，不知仁兄来到皮相有公馆，新闻隐藏几层去，书记飘零几乡人，今日里附近得是古宝地，要西风沙里边头，要是你爹仁兄啊，安然放脸，浑色宽敞，他苦言。无言的萍水相逢，正当上。我对你一件事不细数今日有缘俩相思，愿听君兰及之语。问你请教神翁正姓，心中明朗还有现在黑人地方地区，我的大爷子赫赫有名，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张神翁失敬了，正兄，愿与你临死为了同相知。是啊，我的大爷最喜欢就叫做苏子人。不认识。他那里一平静静意，花心面上似少女，神意相邀真相去。郑兄，哎呀，不哭啊！一想他的影子竟人面苏泪，郑兄，我一起喜鹊动听真，这黑人不能渡去了，当朝神翁不想你里的小气无可救，子女之情我归不尽，只要留子女我心领神。郑兄，谢。既然仁兄不肯死在我家，那我也不管勉强。只是仁兄是大女眷，倒要寻一个清净的客地才是啊。哦，郑兄，东街有如我洋人，渴望宽敞干净，也是黑人第一等的客店，想不到日本相当。我洋人，对，现在黑人地方城里人啊，大大小小客店要人亲近而食，是了我洋人再无第二家了。这下面为仁兄领路。哎呀，
上层公司此官阶，问谁恭敬不是送礼？待我欢歌入京，就办神龙迎龙。啊，娘子夸嘞！官人，他点哭的本土了。本土了。哦，郑兄想得这位病真少了。正日入京，娘子，这位便是你心好你的张仁翁。真少请来，见礼。万里。郑兄，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快些走吧。好，啊，娘子，张仁翁言道是黑人城内青银卡的，谁可恭敬我养女？令我先去投诉是我。官人，娘子不必多虑，放心如是。此次秀义，官人。郑兄人少请。张仁翁请。娘子，官人，尘寰已过，人亡无常，你要当心身体呀。娘子，你路途辛苦，必该好好养息气着，千万不要为我再操劳了。官人用功读书，为其精心照料，乃是文内之事。三六殿史料记着，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我明日就可以上路了。明日就能上路？是啊，好景不远，还需去找官王京都。官人，你快用了这杯香茗。事事预劳，娘子啊！昔日里两瓮芒光，顺一命，今日里本是无影黑来。
金银，我是穷途老他人。几趟银子转少挣，累得我父母双亡无迷门，为没有生遇过金班土不平，到今唱到赵新人，等你娘子眼中亮，眉黛叮当神花年。想不到弟弟无人有事情，曾家辉要比你我将忠臣，听梦有梦明大你，可以相聚上到本，从此同命相连同相依，从此姻姻相随，心连心。我恋你龙昆沙滩满飞腾，不经你胸怀宏图之凌云，有今生我中生。我是因我得福结良姻，娘子啊，你为我断了堂上父庭，你为我抛头露面走风尘，恩重是山无一报，为我过心不宁。官人啊，患难夫妻同此生，到什么前来讲什么恩？愿子愿乘风早得意，我理想北京无怨生，愿子愿恩爱夫妻能把谁苦谁难抵关心。娘子你谨记心，我你生死何不永不分，一朝一日不情愿，我定要政策朝纲是经营。到那时生冤心恨报复谁？红姑娘
请啊！请。好啊，那我可要等着你的喜报了。我公子，我公子，来了来了。啊，滚下来了！不知有见教，我家大爷白贴相亲，我公子今日一定要辜负赴宴。这个，我家大爷说请了几次，我公子都不肯赏脸，今日实在不去，就是看不起他了。哎呀呀呀！小生正官实是不为应罪。哎，我公子不为应酒就少喝几杯，与我家大爷谈谈文，做做事以后不可。是自从明日时，贵人，贵人，上言道武功不坠落，你与正堂萍水相逢，我看还是不要去饮酒的好。娘子，小那张堂虽是萍水之交，连日来细闻闻论，神经可观。今日我在这一步去，反觉尽力愉快。我看我们明日就要离开海宁，也该去向他道谢事业。此次官人就有少饮，无需早去早回呀。我区区的为娘子放心如是。我公子，请请请。娘子告辞了。我公子，请请。虎娘子更来了。你老店家。虎娘子，虎公子到张大爷府上去了。是啊，方来正副官家前来相亲，我官人无法开示，故而去了。虎娘子，因为与张大爷是故交。不是的，我们初到海宁之时，在大街上认识的。快来这里面一品有名的。店家。虎娘子，因为准备再是几天呐？我们明天就走了。对呀，还是早些同生的好啊。在家千问好，出门万事难，一举一动都要小心为上啊。我走了，有事尽管吩咐啊。店家。我官人的位，请你千万算账点。晓得。
来中王，若是同门里就是自己欺负多。我公子请。用酒灌醉了5分酒，悄悄来到我杨门，留下死人。娘子开门，娘子开门嘞！做官是回来了。官人，小娘子不害怕，是区区我也不是你怎可到此？小娘子啊！你无良小就在前无府中昏昏怕你写点挂心为特的一本随心你的好意，张大爷，你送了怕是为夫去吗？都是空王夫不为郎清秋，晚日去走什么话呀？请我端着一点。小娘子自那个将你神文跌倒把相思今夜你无不能对，且是良缘莫相推。上宝天无须亏，方创一光是谁来？同心女给有在，还地保身本是王松娘。为官的三代，官的年送去相为，一副把我谁官为教父回龙夫人来，今宵真把女郎为，明朝报应就有钱人给我老一点脸子，求你了！
娘子。好一个不知得罪的奸货！看你今天逃得成我的手！小娘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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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两年倒不成我的手。小娘子，小娘子，你在哪里呀？小娘子，只有吩咐啊！是张大爷呀！张大爷，你到此这么夜，不吩咐我一声呢？有没有看见自己这个客店里的小娘子？小娘子，请问张大爷，一声哥哥也到整个杨柳来寻找小娘子，何事啊？你叫我滚滚谁啊？你说什么？滚！大爷息怒，我已经把殿下给灌醉了。那个小娘子已经逃走了，赶快派人救我走。今夜好日不生，倘若文秀醒来，死无放路。大爷，两小比君子，如夺不上风得滚铁把文秀。跟那个办？放心，文秀就在有躺在死亡，是谁在他身边侍候？就是小我的美香，就是美香，真是美香。好，放心，来。妙啊！
枪枪刀锋刃，这是我运气不是傻妹像那黑人缘，我应地公，我生难当。是今日冤人黑的天理河。
你不要再叫了。当成我一人分我生是有缘呐！你杀身偿命，我不难道你晚下之内，你挽救什么冤枉？大宋梦，大宋，大宋，什么事啊？张大爷府上的管家到狱中来了，我你有旨交代。他在地狱王等你，你快去吧。我去。大嫂，张家的臣，我们可得罪不起。冤枉！吴文旭，你不要情怀。你可知道王大大和他刚死了儿子啊？我生是有缘呐！吴文旭，我杨六弟和王小儿来跟我指教，你的事情我都已知道。可是我想了，但不知我去王爱英现在何处啊？吴文旭，我定是把娘你们夫妻救。万一他现在何处？大嫂，你去吧。我分析，你喝酒吧。大嫂，这是何意？哦，这美酒好菜，老爱不可多得，你吃了吧。这酒菜从何而来？这不大好，有人找你。这酒菜，我的相本已经批下，我明日就要求死不
官人啊，你自古真为难个忙。我一人张当这一听尽呀，我今已难吃举夫呀，最无死亡地为地，想不到皇母送天啊家。张堂人民手心上，那一日你受骗张家去赴宴，十张堂一本三根金殿房，一天不人心怀恨，听知他设计害父梦冤自小当国王，长当多日出息，更是郎。不要上苏阳去高原张当今朝你须的呀吧，你若是跑得路面去行人，只怕是两路夫妻与人。我肺腑之言，你记心上。我一人冤冤不胜忘，你所里害人命怎样？往事且当我衣裳为尊家乡本高大，西江本心在思念。你另配良缘送仙郎亲恩
希望。娘子啊，多珍重介绍，生下你好模样，啥能够扶贫扶灾长人人，要叫他两代生日不能不走了，当心被杀，天地杀心了，工作麻烦，快走吧。夫人，你要好好保养身体，我定要为你生哦。娘子，你千万不可鲁莽的快走吧。娘子，娘子，生离死别有段文，相梦之人梦三尽。走吧。娘子，娘子，他那里文化辈分，夙愿深，无这里心恼起伏，恨不平。我们就分明是负责任，不落井下，心真诚。这倒是欺天难欺心。听到？当今乱子，我们是无奈的女长老，望着就走，父亲亲自有约赴约，你们怎会相识？给你路上萍水相逢，苦有虚话，句句之意。好，我给你说说了吧。放在张让民管家张先前内，今我本应儿子呀，是你是太气不共戴天，为了民生定挂，将你母将子就送进牢房，将你多死。修金袍，我担心王德不上。
我放你去逃生。大叔，你是什么？该等夜深人静，在沙发将你到出监牢。不是逃出老去，有种某人大手已不明啊！我是有之意。我儿王差精神病故，常未成立，待等夜深人静，将我儿尸体悄悄送进牢房，将你一提。确保你疾病身亡，即可先去说明，自愿代见是有张堂担待。大叔事实应容，文秀定当言完即朝相报。今日你就给你我操，这2两银子你带在身吧。这一生一路小心人，你有出头之日，也不枉我今日救你之心。此次你不在上，受儿一拜。
贫家家，开了这碗小茶问大人徒，乡亲们他帮我来，我帮他，老老小小谁不晓得杨妈妈就是快人光发早，给上次开张噻！定睛啊！定睛啊！好的，一人刚刚起来，也不晓得来帮帮我的忙。妈，你看，沈家的有功名。妈，你不是上次阿妹啊，有眼脸妇，要紧要可怜吗？真是今天是3落9日。哎呀，等我到忘记大灾，和阿妹又出事了。当然是你出事嘛。阿妹啊，连个月可就好，我的东西为的是防身。妈到底不是要弄去帮忙卖家，那开了主柜嘛，只要做生意要紧啦。晓得这好。我为潇洒了。哎，妈已经把炉子烧起来噻，快点收拾地当，准备开始。谁知道这个三岔路口却不见了？哦，想那王兰英顶之前往最高上，他不追这条路，也追哪条路呢？大爷，哦，潇洒官，查问。老太婆，快来见过我家大爷。
手到不少啦，身非一同林碧楼西湖龙井，疾风迎来君山迎阵，乱花片望山望风云楼天，苏州护中二会堂报不尽出意，红中浓了足情，万里护中香喷喷，不知张大爷要吃啥的肉？少啰嗦，少啰嗦，谁要喊你的啥？哎，张大爷呀、哪个你是做官？张大爷不吃肉的啊，做官，你做啥？哎，我家大爷有话问你。方才苦人看见一个身背包裹的小娘子，身边包裹个小娘子，不高也不矮，对不瘦也不胖，对，长得娇惯个漂亮。对，哎，张大爷啊，搿侬这一个姑娘做啥啦？她是我府中的丫鬟，推了我金银之高陶醉。哦。哎呀，可惜张大爷，侬来日也不在啦。哦，那姑娘刚刚为进殿，讨了一杯酒，与姐姐妈妈往东面小路去走啦。当真？是我。夫人。哦，张大爷侬不相信？嘿，家母又何必多关害死你？走。哦，是不是张大爷话你那小娘子藏在我个地里？哦，上得那不放心啊！定金啊，那通通出来，让张大爷收爹。往哪边经过？张大爷，那后文秀他怎么样？已经死了。等于我的儿子，好大慢，家姑娘不是那府上的丫头，不争大气。你关起张大爷的事来了。努力了外头妄淫霸道，我无法管教。今朝这个光天化日之下，你让我个做官的强抢民女，杨妈妈我是非官不可。你管天管地，管不了害人张当张大爷。但是，好大的大案，经过在太岁头上动土。今朝我就是要当这个报复兵。两亿万不知道张大爷的厉害。人家普弄，杨妈妈我可不普弄。当心，枪！要同府，好，杨妈妈我去奉陪。当心，枪！姑娘，侬是在啥个地方？那个会落在中堂个手里呢？妈耶！王英在福音寺唱经歌，在
金玉千夫，想不到官人官人存世好无可啊！世上郎上是牺牲欢笑我，乱起海夫太苦哦，会不该轻易将他。去呀，官人辈，我要洗去心中我那官人的事情。哎呀，姑娘啊，我领兵古代路一步，在海宁城里两生疏，虚妄张荡心不死，在龙虎口真难服。可惜啦，是可惜啦，可惜什么？可惜我与他非亲非戚与非呀故，啥是嘴上关点情我明正夜日也好出头来想此时你我身上就你一半好，今朝我就剩下么这个孤女人从今朝起我就是在我的窝里，要是有啥个风吹草动，统统由我妈妈成单独谢你。哎呀，丁金啊，我们快点经过姐姐。哪怕娇车妹娇娘低头佛谁面照样佛教城有那个他娘妈妈张大爷老太母小畜生，我开开马弄是张无爹无娘无教养，杨妈妈我今朝要来教训侬，侬两只耳朵拉拉长，张家祖宗上阴德，养了侬个头上上场，接地留侬个小畜生，王玉一副神你相是来非黑心短途上，我过我应上天亮，还是做人血气白白，人人都有一份啊不要看侬神气人，兔子面不分为呀啥，不要看侬摇摆啊骨头眼里为上苍，不要看侬无人管，杨妈妈不早有人来讲话了，哪怕侬王爷不发推鸡毛鬼讲财美女财无辜掐着老手抱着两你闹得凶，到头来牵到那个宝嘴吹进火皮生欢唱，你要骗你要哄，叫侬出上天眼给我打
什么？明早我再来看你来。这个他，求说吧。妈妈，你看被打得这副样子，怎么办呢？妈妈，都是为了女儿一人，连累你母一家，叫女儿死无温馨。阿伦不瓜木我，这是正当黑人精啊！不要紧，我再想想办法。杨妈妈。这样被当他岂能过去？看来你们在见不到你，我是换到我家附近距离上远，距离上远，距离上远。好，换家。上京人赴考得中第3名，奉旨行爱到海宁，为我四方查明经，要放张荡谁护真，再放武器往来迎，但愿得淮南夫妻重相依，再苦今生有命。讲过几次，你要小心了。是，命你去信访我养儿殿后王小儿，可曾找到？哦，我已经去过我养儿，那王小儿就在3年前，虽被长郎关出了殿门。你再去信访，指认指认，我需要找到王小儿的下落。是。你伤到你还我的女儿，老张清醒。我们不是蟑螂，我们是云罗之城。你是原理，你是不对，你们为什么不是我的上司？为什么放不上这娶我的？老张，我们送你回家去。你们是诬告张的，将我关了3年监狱，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既有文不冤枉，我们替你申冤报仇。愚笨，申冤！凤儿，你将他先逮至乱让，安等之后再去寻访王小儿的下落。也是养谁来养恩正今夏专用乱绕针，只用狗当配长生。今日我身为新安当官人，我定要伸冤报仇，洗名分。娘子啊，不知你今在何方里，不知你母子托你，不知你父配真特心，不知你3年是多光诸事也像心不定，娘子啊，你究竟是还是生？老太婆想想也伤心，去上院大不平，生院个上子进衙门，谁知道公婆相不讲理，条条王法是空文，欲劝御史能亡命，平民百姓自愿难生。我越思越想，心越恨，为什么人们与我报应叫上死鬼何文书，今朝不能花来心里，我走你在讲什么？我来了个胡文书啦！胡文书，他在哪里呀？胡文书已经死了3年嘞。正义死了，妈妈因何杀他？哦，那今朝拉为一做3周年，说到底骂的顶啊牛啊，有不
嫁娶你。啊，妈妈，不知胡文熙是你什么人？哦，是我个女婿啦。女婿？胡文熙的妻子王兰也是我的闺女儿，跟侬讲胡文熙是不是我的女婿啦？啊！哎呀，对，哦，妈妈，不是你家是哪里王兰英可不好啊？妈妈。侬是啥个人？当听我的闺女儿说啥？我是呀，侬相夫话好意。妈妈，侬再要纠缠，我就要不客气了。妈妈，拿过来噻！娘妈妈，你买完花回去了？是啊，我买了个俺女儿要赶上回家。你来日姐姐，我等着替你继父做3岁爷爷，赶我先走噻啊！妈妈。你这位先生在这养妈妈做什么？方才听妈妈言道，今日要替胡文熙做3岁爷，我想当听。胡文秀也没什么关系，你当听他做什么？看他不怀好意，不要理他，我们走吧。众位大姐，我与胡文熙乃是同窗好友，数年不见，不想他已经去世了。今日既知他做3岁爷，我也要到他灵前一表，以表不教之意。啊，原来你想去吉林？是啊。他玩老子，好，今两快去吉林吧。好，4次里就天了。在什么地方？这黑人人还添了3岁娇儿红灯灯，屈尊为上进南京，滚往那吉林上院去放蓝云。
落两花针，七宝两锭来冲过，距离上远迷离人，看着今一如上远都为人，因困人家人所闻，那一边做礼貌三为登生，莫非就是杨家门陪我上前把门开？为什么青天白日门关紧？耳听那边鼓声响，不见娘子王妃行。王万有自唱来，我家唱响来看分明。哎呀，唱口高来看不见。哦，有了，幸亏上头就看得清。分手举目向内望，只见一间小草房，小小城台朝上摆，父母教育分两旁，三子亲相炉中茶，荤素菜肴桌上放。第一碗大香红灯天堂哟，第二碗有煎鱼儿泡米香，第三碗香人蘑菇炖豆腐，第四碗白菜香棍炒青章，第五碗姜烧胡桃牛与牛，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大碗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有一双。哎呀，困起来，古人为我做39年，管家的娘子今一场。黄兰叶夫妻分别3年整，今日相梦喜怀今。
小岁3年虽小到4斤，他那只5岁还未死，我急忙进来去相认。哎呀，满泪。我只等给您温馨到给你，身为心安与从人，非我四方因公恩，为民之爱真非轻。查是此刻将其人，定在南门杨家人。半夜风声随车话，被张当知道预料，真没有事不成。我前人呢满乡人，分手全主很心神。好在是我去下落一分明，但等到事恰日子再夫妻在。
一个弟弟个多，这讲女婿的冤屈，问不过啦。我看我还是把这个领吧，说就说噻，妈妈不要死啦，弄是要哭。我人常着往事，路上不走，事情乱成一方，叫我真不伤心。这大事哦！哎呀，来一个样子口气嘛，要把身体哭他个呀！可我要想个办法来劝劝你哦。阿门啊，可我听侬讲，女婿长得天灵宝马，这个地国上元。那个为年纪轻轻就死了你，这公山年人哪着看见女婿的问题，我看见死谁啊？不可完了死嘞！要是有说明信上来，那你就信上叫他说明可。不要哭噻，都是你不关心。阿伦啊，看我妈妈一道吃饭去噻。娘子苏醒，只可生，本是责任当了心。杨家母女都善良，果然是代代难应是亲生。杨妈妈一番劝慰心良苦，说到是还要替文书来说明。哎呀，好啊，倒不是将计就计，把去为。明日里我再到上院来叫孙阿明。
起身写分明，机器引来无律病。距离上远教孙明，这是困乡孙明啊。声声高叫无人应，不见杨家有动静，难道兰英未听见？难道家中无有人？我想起了杨家家道病，莫非是无有人才来说明？我本是京都出来王先生，得到黑人杨阳明，大户人家叫孙明，明经要收无良人，中等人家叫孙明，但如对外对点心，贫穷人家叫孙明，不要银子不会好分。倘若家中有小儿，先生还要送礼金，到天洞里也是问，送给小儿马高兵。这流言蜚语我更难禁，声声高叫无人应，高叫闻谁心不宁？难道今日须此言？放声再叫为哪听？我的水命非别人，冤枉大事也顺得清。也算得清。
来了来了。来噻。妈妈，江湖人有礼。万里。这个先生有点面熟了哦。妈妈，我出自说明最难唱歌，这黑人们还是第一次嘞。第一次。妈妈一定认错了。他认错的。认错的啦！弟弟啊，快把袋子补上来啊！弟弟啊，这些多张椅子嘞啊！先生，手动，快手动啊，手动啊！先生，我这些都被揉了啊！妈妈不用，吃肉啊！多谢妈妈。不要客气了。妈妈，你要选的是男名还是女名啊？男名。请报是人不是。先生，我去问来了啊！阿文啊，侬丈夫的是人把子夸讲嘞，顶我面，归我用，顶身着心我事。我晓得噻，晓得噻。先生，我问来噻，是顶毛年，归毛用，冰什么？先生，我再去问嘞。了啊！冰生人心冒死。对哦，现在这里。是人把事大发明，更需要顺势起名。别人的名儿多为顺，自己的名儿顺不正。详细老实这个说嘞啊！好，不正啊，水巧，走吧。妈妈，我一不管家，二不奉人，早命人孙。妈妈听到。兄来下午的他是不敬无为多疑一句两岁娘娃道3去4岁离娘生5去6岁读半个7岁8岁郎要问9岁10岁一文唱歌这一人到你12岁到17岁哎呀妈妈做啥17岁上一在心有啥个在心啊
起谁明晚天高兴，无风起浪不到身，朝中见人来人哎，为他人家以我们就此名能到身得穷途落花去飘。比孩子多做强，夫人不讲先半分，赢得红鸾喜心脏，罗凤少年是人命，乱无平静为标记，一无内政是人情。先生，哦，对不起了哦，老先生，侬说的啦，跟我个女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哎呀，妈妈，对不起啊，先生。先生，后来有那个讨你，那么后来又怎么样啊？对我顺嘞。17岁到18岁，哎呀，妈妈，有做啥？18岁圆梦大难行，老岳自在飞来红，人民官司家在身，民外小人爱相爱。谁却愿命难分？官人，我那穷死的官人啊！先生，吃肉啊！听娘子。心中人不人，我只能假日说明恩相求，却为娘子我伤心。先生啊，妈妈，此名是万好啊，是万好啊！你那死了万好，幸亏。一梦贵人心，贵人相聚得容18过去19春，到最情浓今好运，今年正当二人运。方得中主公求，我下夫君不相违，不尽容容情。先生是王不中啊，我便落上红皮哑人，我女婿死了3年整，那与人死最不生恨。我对，抢走嘛！哦，不抢了。妈妈，你们需要不相信，我自命说来一定真。他命中之人不该死，我情还在世上人。妈妈，里面是谁在离空？喏，是我个闺女儿啦。先生，我老早告诉侬，刚刚说一个农民，
算是我的闺女婿了。哎，冤枉死了，已有3年了。啊，妈妈，岂有冤枉，又不去申冤告上？哎，不得告上大爷嘛，提起告上问起呀啥？我母女几次去还有哪里长郎全是他，我岳呀父呀见告别呀，这都是一得白日乱扯呀。妈妈，那谁是往上告？哎呀，先生，那就到啥个地方去告你？妈妈，我一路迎来听人讲，你以为新人谁会出金榜？明日谁过到黑人，你不愿带人去告上。哪个儿不退婚？哪个官府不是律长？只恐他恩万久等一为官清正立朝堂，天面无事不亲人，你们去告上，一定能够伸冤枉。先生，这人儿大人真是个清官。是啊，你们去告上，一定能告得正。哎，这俺倒是要去试一试你。我们再去试一试。哎呀，这到啥个地方下床子去？长子，我为谁呀？啊？干先生，我为先生？为谁呀？哎呀，这就去先生这个下着床子。好，你这个我就肚子一边来。哦，不用，我这里有。弟弟啊，快去先生母我。哎呀，他被蟑螂所害，这冤枉们，刚才孙明都已经算出来了。上层老树冤情，十里行间血泪路，我是谁长子是身份，明日里定教这主我把领。上一写好妈妈请客。好个好个。定睛啊，罗进去今天来，这些空空想着对又说对哦。先生，这人我大人当真是个清官，亲自随明日见。古人千位无私，妈妈放心这事。先生，要是长子高正，那个女性生了冤枉，刚刚一定要好好的谢谢奴才。哦，谢谢奴才啊！没嫌弃他，哎，这副留下一双儿子，就送去先生吧。哎呦，我还是我个闺女想得周到了。哎呀，哎，先生，我里穷，没动力好不动了。妈妈不用不用，这里有啥子，就送去先生，别被俺个点心意哦。哎，多去吧，多去啦。多谢妈妈。不要客气，弟弟小意思，不要客气了啊！哎，先生，啥子我特的？妈妈，这下子我收下一张，还有一张就留在这里。啊，干是做啥？收下子人对夫妻相慰。
卿自告其囊，主上禀。张兴，银票苦人带来身上。大爷，小弟取了300两银票打在身上。好，阿登高。张师兄，王大人，有甚张荡之下有礼了。本也有意，小弟叩见询问大人。罢了。王大人为国奔波一路上辛苦了。为国为民，滚的辛苦而死。这为请问大人好友在哪里监护的呀？是有一面说过。请问王大人，以往苦人到过海宁？本院是以省长京都送礼来过江洛。不知王大人今日想要与我见交？本院奉旨领官初到海宁，半日有不到之事，还请张师兄告早意。哪里，他人是有为难之事，有甚一定心里周行。大人，有人激动他，尽管激动到过。王大人公日真有甚告知了？去吧。张师兄，下官尊人相亲，岂有怠慢师兄之理？还请张师兄同下官一同升当理事。小人不管呐。师兄不必客气，来，有升当。是升孤身上当。是，待去故人上当。圣上之让吧。告上真皇难应，上告本人我法上当。见识其心，欲作难应，事实未详，言爱我父，黑人愿滚滚相互，团长王法，将我父我却当人造，有着瑞贵，有中毒死我父，小不人生愿善在生所我闻，上期青天大人懂得小明明在这上高张师兄，自让受舍苦日人也。大人享有生来日读书之人，官文之后，一向奉公税法安分守己，须为主策此事，本命这雕无雅言诬告。下言诬告，对方大人按力分析。正当
表不在眼来不高，我连城莫轻饶。大人，小夫人还有圣旨在此。带圣旨，带圣旨。3年之前，张当爷我王学子当对着是大人。随便丈夫把酒饮，当他开眼了是王老爷，我居难定那是名声，本官将我关城便当门，我知道陈少卿老道，张金金遭受之命，请我很应儿了，他要我回门去了。我是现在不必了，张了他有下来一次了报，为当不必为啥我光棍相扶长难高。大人，表明去老家官社会上之内高升。张兴，把赏字呈上。你飘。望大人明察秋毫。本院不是3年之前团长王法的黑元党之妻，出动！大人冤枉！张当，圣真以为你早日不早。天命之事难以作证，我负谁可招？负谁可招？这300两纹银何用？你再来仔细看看，本院是谁？我就是3年之前，你还不是的何恩师？是他。既然如此，早就伏法。画工。吴文旭，我审理兵务就当扰太师，一棍把我怎么样啊？我知万法，使命弄贼，我身为刑官，执法是善。吴文旭，老命顶天的公民，按下欺君谁非亲？一封画是进京城，官叫你有官是真难保你。他未必枉非信，其他的言我担任，张上上子将你告，替我的冤谁不信？羞洒累累岂能饶？强强命女才会明白，大尊连参必死人命。铁证自山，王法调调难清平。棍把我怎么也城内去度上方境，先斩张当，再回京都民生局。来，将张当之佛推出来斩。